有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敢知今年什么时阵是五二节？五二节是什么时阵？肉粽节什么时阵？端午节什么时阵？咱知咱台湾民间内底有三个大节期，就是咱过新年，咱称作是春节。然后热人来的时阵，五二节，称作五二节是因为是农历的5月初5，所以称作五二节。咱的汉文叫做端午节。咱台湾民俗甲伊讲肉粽节，因为一天咱会食肉粽。除了这以外，咱还有一个中秋节。今年的肉粽节也是五二节，是伫6月22。咱拄6月21到23，要去 Shepherd University 来办这个灵修会所以今年的灵修会，拍算无得卡，会当伫遐食着肉粽嘛无得卡以色列人嘛有三个大节期，一个叫做搬过节，第二个叫做七七节，第三个叫做大寮节、祝棚节。咱的教会嘛有三个大节日，咱有圣诞节，咱有歌活节，也阁有咱有一个圣神降临节。今仔日就是圣神降临节。常常咱会记节圣诞节，咱会记节歌活节，总是咱常常将圣神降临节来记节。今仔日咱通过圣经，搁一摆，互咱来回想圣神降临节对着咱的信仰的价值甲意义伫倒位。咱讲节期，这个节是指节日，也是季节。期是代表时候，也是时期。意思是讲，伫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节日内面，咱要做一寡代志。一般来讲，一个社会内面拢有节期。节期有2方面的意义。第一，就是时间上有季节上的意义。节期咧规范一个社会内面，伫即个季节咧变换时阵，人民的生活的作息的一寡改变。第二，伊有历史上纪念性的意义。节期咧帮助咱去回想、去纪念，伫咱即个社会中间，伫咱即个团体中间。过去所捌发生重要的历史事件，伫圣经节期除了这2个意义以外，还阁有信仰要紧重要意义。因为节期有的时阵称作是耶和华上帝的节期，因为关联伫上帝甲伊的百姓中间的关联。节期这个字伫希伯来文叫做 moed， 伫英文叫做 appointed time。就是讲指定的时间、约定的时间，伫这个约定的时间中间，上帝要爱伊的百姓来甲伊相见面。换一句话讲，对圣经的信仰来看，节期是上帝所分别做成的时间，是上帝通过时间成做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，互人伫这段时间内面，人会通向上帝来表达你内心的感谢。上时也伫即个时期中间来领受上帝所要赏赐的恩典。申命记安尼讲，恁着爱过搬过节、七七节、大寮节，伫耶和华上帝你所拣选的所在来调见因。逐人早着家己上帝护理温顺的福分，早着礼物来调见上帝。咱根据福音书的记载。当耶稣也细汉的时阵，伊的爸爸妈妈约瑟甲玛利亚，每一当到伫搬过节的时阵，就到伫耶路撒冷，带着耶稣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来过节。后来伫福音书的记载中间，咱嘛看到耶稣伫即个大寮节，到伫搬过节，也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伫遐咧守节。那节期既然有信仰上的意义。每一届当咱咧过节期的时阵，无论是圣诞节、歌活节，也是今仔日的圣神降临节，咱就好好来思考，这个节期伊的意义伫倒位？
也通过咱来思考伊的意义，互咱去经验上帝设立这个节期，也通过这个节期要享受互咱的稳定。就教会的日子来讲，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这个节期相当伫犹太教旧约圣经中间所讲的七节。申命记内面记载七节，伊讲你着为着家己算7个7日，对这个时阵，你开始用这个镰刀来收割五穀的时阵，你着算7个7日，然后伫你上帝面前来守7日节，将你所领受的、所得到的、你心所愿的、上帝所赐福你的，你早礼物来敬拜你的上帝。这个7节，这个节日是搬过节过了后的安息日开始算起，拢总算7个安息日。7个安息日，所以每一个安息日拢总一个安息日到另外一个安息日拢总有7日，所以过7个安息日，所以称作是7节。7日就等于一礼拜，伫希伯来文中间一礼拜叫做 Shavuot 所以7节。犹太人就将这个节期改称作 Shavuot。过了49日了的过日，迄一天称作是7日节，所以算起来拢总是50日。所以这个节期也称作五旬节。咱知影旬的意思就是十，五旬就是50，就是对这个安息日到伫这个五旬节拢总拄50日的时间。伫希腊文，咱就称作 Pentecost。因为这一日也开始伫农业的社会中间，开始咧收割因日常生活中间介重要食物、小麦、小麦，所以这一天也佫称作是收割节。所以你伫旧约圣经中间看到7节，看到五旬节，也是收割节，这是拢指同一个节日。对着犹太人来讲，这个7节有一个非常重要信仰的意义。根据因犹太人口授的传统，摩西到伫西奈山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得到自由，到伫西奈山旷野一个要紧的代志，对因整个民族介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伫西奈山来领受上帝所呼应的律法。犹太人伫7节的时阵，咧纪念这项代志。就是因这个民族领受上帝呼应的律法，所以7节也称作是马坦托拉，就是得到律法的日。如果来讲，对犹太人7节介重要的，就是因的民族得到上帝呼应的律法。那呢五旬节对着基督徒介重要是虾米货？介重要的就是得到圣神。五旬节。这一天，圣神大大降临伫所有的学生伊的门徒身上，所以称作是圣神降临节。以色列人伫7节来纪念上帝写伫石板顶悬的律法，来互以色列人甲以色列人律法。但是新约圣经要甲咱讲，伫五旬节，上帝赏赐毋也是敢若律法，是圣神。通过圣神要将律法，毋是写伫石板顶悬，是写伫人的心板顶悬，然后来起造教会。听候五旬节，就是咧听候圣神。对于基督徒来讲，五旬节介关键性的代志，就是圣神的降临。圣神的降临，这是一个大应允。对伫旧约圣经开始。就已经开始预言这个应允的实现。比如讲，先知以赛亚伊就安尼预言，伊讲时要到，我要互水，要将水来压灌遐个喙焦的人，要将河来压灌遐个打碎的地。我要将我的神压灌你的后裔，我要将我的福气来压灌你的子孙。佫有另外一位先知叫做以西结。伊个较出名的一个预言，伊是安尼讲：，伊讲时要到，我要赐恁一粒新的心，你的心会变旧去，要赏赐你一个新的心，要将新的神放伫恁的内面，佮要对恁的肉体中间
除去迄个少的心、硬心，已经歹去的心，要小使恁麻做的心，有感觉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的内面，互恁会通顺探伫我的律例。神伫用你继续将一款关于圣神降临这款的应允扩充到伫所有的人。所以伫用你书第2章第28节安尼讲时要到，我也要将我的神压悬记牢迄去的人，恁的儿女要讲污言，恁的老人要做异梦，恁的少年人要看去异象。伫这一日，我要将我的神压悬我的奴仆甲女婢。上帝的神降临的时阵，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年纪，毋是干那少年人得到，毋是干那壮年人得到，包括老人嘛会通得到，毋是查甫人得到，包括妇女嘛会通得到，毋是自由的人得到，所有的人拢会通得到圣神的压悬。当咱的主耶稣基督线接这先知所讲关于圣神要降临的应允，伊知就要通过伊所爱完成救恩的工程，才有法度互这个应允来实现。所以耶稣家己知，伊要用定时的进程，伊做一个宣告。伊宣告一项事，伊讲所有相信的人，拢要得到圣神。圣神要到伫因的内面，要对因的内面，就是对因的腹内来庆出活水的江河。当耶稣做这款的宣告时阵，迄个时阵圣神也未降临，因为耶稣也未得到荣耀。这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7章第37节到39节。当然安尼，迄个应允什么时阵来实现？到伫耶稣完成十字架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搁活上天，倒去到伫爸迄个所在，互爸上帝入伊做主、做基督。耶稣得到高举，耶稣得到荣耀的时阵，这个应允特别来实现。特别上帝因为耶稣完成这个救恩，所以就将所应允的圣神赏赐予伊，通互伊照着伊对着伊的学生的应允，找牵圣神来到伫世间，来到伫门徒中间，成做因的保惠师。五旬节这日就是圣神降临。旧约圣经一直咧应允圣神大大降临的实现，就是伫这个五旬节。那是安怎需要圣神的降临？咱知耶稣基督搁活了后，捌门徒来显现，交代这个门徒、这个学生有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，咱称作大使命。耶稣对因讲：恁着去，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今仔我所吩咐恁的，就教是因来遵守。当这学生看到耶稣搁活，因的内心有充满了这种火热的心，因也准备要来传福音，来见证耶稣基督。总是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因搁欠缺一个物件，欠缺一种的能力。这种的能力是对天灵来的能力。所以伫耶稣要上天进前，搁一届门徒显现。交代因一项事，对因讲：恁爱听候圣神，爱听候迄个对天灵来的气力。耶稣对因安尼讲：圣神若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就要得到气力，要伫耶路撒冷、伫犹太全地、伫撒玛利亚，到伫地极来做我的见证。咱有法度去想象，伫初代教会12个使徒。120个门徒中间，有法度将福音传到伫地极吗？要将福音传到伫地极，需要偌大的气力？这个气力毋是对人来，这个气力是对圣神来。这个气力毋是对咱做一个欢喜服侍的门徒，咱凭咱的血气，凭咱的意思，凭咱的才调，就会通来成，是爱倚靠圣神的气力。圣神来。就是要帮助咱来做见证，圣神来要互咱将见证的能力，见证耶稣基督福音。圣神来要互咱得到这种能力，就是你的生命会通荣耀耶稣基督。拄亲像先知撒迦利亚所讲的，
所提醒所有上帝奴仆所讲的话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毋是我靠关系，毋是我靠你的才能，要食上帝所要食的事，只有我靠上帝一心。大家学生、这门徒，照着耶稣的吩咐，因耐心听候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因同心合意在聚会，因同心合意在祈祷，连续10日。到10日的时阵，就是五旬节。伫五旬节迄一天，圣神个人降临。圣神降临是什么时阵？降临伫门徒同心合意咧组织。门徒同心合意，用祈祷来听候。兄弟姊妹，圣神要临到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需要听候。你无听候，圣神就要临到。咱的教会要圣神临到，咱就要有同心合意的听候。但伫迄一天参加伫即个同心合意的聚会的人，拢得到圣神的压管。五旬节真做是教会奠基的一个历史事件，无有五旬节，无有落尾的教会。所以每一届咧纪念这个节期的时阵，咱会通对遮得到一个清楚的教导。圣神毋是咱要求的，圣神是上帝应允的，上帝应允要将圣神赏赐予咱。咱要得到这个应允，咱爱做的是啥物货？谦卑耐心来听候。无有听候圣神的人，袂通得到圣神。你要听候，你要得到圣神，你有一款的心听候伊。什么时阵圣神来降临？同心合意，同齐聚会，温群迫切来祈祷。这是咱做一个上帝的门徒，耶稣基督学生，咱应该爱做的。所以耶稣明明交代这学生讲：恁就爱听候，无听候。圣神未临到。那五旬节降临的时阵，因为伊是一个历史性奠基的一个事件，所以有出现几个外在通看起的记号，真做伊的印证，互后代的信徒会通伫纪念这个节期中间，通过这个记号来了解到底圣神降临对着咱的意义是啥物货。但首先第一个。会通看起、会通听起的一个记号，就是一个大声。安尼记载讲，突然间听起一个大声，这个声，互当咧祈祷咧聚会，遮个门徒惊吓着。毋也是安尼，就是伫附近到伫耶路撒冷圣殿伫个所在咧守节，济群众也拢听起这个大声，所以因照这个声来到伫门徒祈祷的所在。圣神出现的时阵。有伊的声，有的时阵圣神亲像咧降雷共款，隆隆，互你听了非常的惊吓。有的时阵圣神经过时阵，亲像大风吹过一样，哗哗吼。总是圣神有的时阵，伊是温柔安慰的声，亲像老母对着囡仔咧讲话。也阁有的时阵圣神的声，亲像伫你的良心内底轻轻咧吐气的声。这是第一个记号，圣神临到降临的时阵，会通听起的声。第二个记号是风的记号。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出现这个大声，圣经继续描写讲，敢若亲像一阵的大风吹去，吹过来，然后充满当初时才会门徒所坐的厝。这个厝内底的内面甲外面的空间应该非常的大。因为当初时，这个门徒已经有120个，然后这个徛起的所在，这个厝内内外外会通容纳3000几个人。因为落尾彼得讲道的时阵，3000几个人伫迄个所在咧听，因听过大风吹去、吹过来的声，要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圣经常常用风来比喻圣神，来比喻上帝奇妙作为。包括伊的拯救，包括伊的审判，包括伊的刑罚。但咱也捌读到耶稣咧讲到圣神的时阵，也用风来做比喻。耶稣讲圣神亲像风一样，照着伊的意思在吹。
你唔知伊对倒落来，也唔知要对倒落去。总是当你看到风吹过了后所造成的影响，你就知这个风临在伫这个中间，你就知圣神个人临在伫因的中间。第三个记号就是火的记号。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有指亲像火显现出来。火象征上帝荣耀佮圣洁的临在。申命记甲希伯来书拢讲一项事：耶和华恁的上帝是炎炎的烈火，耶和华上帝是烈火。上帝若是炎炎的烈火，那呢上帝的神圣神也亲像炎炎的烈火一样。但这个亲像火的圣神临到，毋是要将因所徛起的厝给烧掉，是要来点倒学生内在的心，互因的内心亲像互火点倒一样，充满了服侍的热情。因开始有一款的勇气，为着耶稣基督福音来做见证。这群学生原本无啥物款的学问，因心内嘛侪惊吓，总是因拄着个我的主，常时现主时，佮互亲像火一般的圣神来点倒因的内心，所以因的生命也开始产生变化。这群原本已经伫绝望中间的学生，因开始因的生命开始会发光，开始会通发热，毋仅是建立初代教会，常时也将福音传到伫侪所在。第四个记号是语言的记号。五旬节的圣神降临，还佫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号，直接讲有指出现。这个指亲像火一样，落伫每一个门徒的头壳顶。这个亲像火的指，或者门徒得到口才，开始讲话，用侪无共款地方的腔口、地方的语言来传讲上帝的作为。咱知咱会通讲话，咱有指，若无有指，咱就袂通讲话。上帝赏赐咱有指，互人会通讲话，会通分享，会通沟通，彼此来互相了解。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因素。无可惜，就是咱的指常常讲的话是苦毒的话，是咒诅的话，是欺骗的话。咱常常咱的指是咧讲别人的歹话。咱误用咱这个指，就拄拄亲像雅各书甲咱提醒，讲咱的指是歹的物件。这个指是细细的体，总是会讲大话。讲亲像什么话？亲像小小的火，会通将一片的树林甲伊烧掉。指就亲像火，伫咱的肉体中间是介致微细一个。总是伊来造成一个不义的世界，互你的规身躯拍垃圾。你的指若无好，上帝看你的规身躯拢无好；你的指若垃圾，上帝看你规身躯拢是垃圾。咱一生的行动是对指来发火，这个火，雅各讲是对地狱来点起的。上帝赏赐咱指会通讲话，总是咱常常误用咱的指，总是伫五旬节，这个亲像火的指临到，这个火的指，毋是对罪人的肉体的指来，是对圣洁的神来。所以，这个亲像火焰的指降临伫学生的头壳顶的时阵，因得到一种的快乐。圣经安尼讲，因照着圣神所赏赐的口才，讲起别国的口口。常时来传讲上帝的作为。伫当初时，有袂少敬虔的犹太人，因是对当初时侪无共款的国家倒来到伫耶路撒冷。犹太人的历史非常的悲惨，因时常被掠，时常流亡伫全世界。但这流亡到伫无共款的所在，犹太人侪的人因是敬虔的人。因的心悠远，保持对上帝的敬虔，所以随望伫分散无共款外邦的地，因悠远无袂记节，到伫特定的节期中间，就爱倒来到伫耶路撒冷来守节。犹太人常常对着家己的同胞讲的一话一讲，
希望明年咱会通伫耶路撒冷来见面。这犹太人伫当初时是对十几个无共款的地区倒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包括帕提亚、米丁亚、伊兰、米索不达米亚、加帕多加、本丢、阿西亚、佛里加、蓬菲利亚、埃及，搁有利比亚，也搁有远到伫罗马的所在。咱读罗马书的时阵，有人咧问讲：啊，是安那罗马书迄个所在，毋是保罗去设立教会，是安迄个所在有教会？伫遮，咱找到一个答案。当初时有罗马的犹太人倒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听见彼得所传拯救的福音。但遮的人因已经即个到伫遮外邦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出世，所以因讲的语言，除了因会会讲一寡犹太话以外，大部分人是讲当地的语言。因倒来守节，但是因发生一项代志，当因听见即个大声，当来到伫门徒的面前的时阵，因听见因竟然遮的门徒用因的腔口，用因在地遮的外邦遮的在地的语言在讲话，所以因听了非常的愕然。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到底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遮的人，遮的看起来无知识、无才别的人，因竟然会通讲咱地方的语言，无共款地区的语言，会通共同来见证上帝作为，这是一个奇妙的代志。如果你有机会到伫华盛顿 DC 参加圣经博物馆，我会记起是2018年第一届参加圣经博物馆的时阵，当这时是咱的龙正兄带领咱大家去参观这个圣经博物馆。后来咱也有几啊届，咱的教会的诗班也到伫迄个所在来唱台语的诗歌甲圣诗。你若去参观圣经博物馆的时阵，的确爱去参观一个展览室。这个展览室内底展示各种无共款地区的语言所翻译的圣经。到伫目前为止，将近有3000几种地方的语言已经有圣经的翻译。上帝奇妙作为会通嘛，应该用各种无共款的地方的语言来传讲。五旬节的圣神是一个少数人有语言口才的上帝，伊会通洁净无共款地区的语言，伊会通洁净咱原本有犯罪这个子，互咱的子会通讲无共款的语言来传讲上帝奇妙作为。当伫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因所讲上帝奇妙作为，到底伊的内容是啥物货？上帝作为非常的多，规本圣经要互咱知的，就是上帝有啥物款的大作为。伫五旬节内面，圣神爱遮学生所传讲上帝作为，是上帝救恩的作为。上帝互定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，对死搁活上天，设立伊做主、做基督，搁赏赐伊所应允的圣神，然后互伊会通将圣神呈现到伫世间。互圣神压灌伫遐个信徒身上，圣神的降临，就是要为着耶稣基督福音来做见证，互人会通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会通伫伊的生命中间去经验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也互耶稣基督伫人的中间得到伊应该得到荣耀。这是天父上帝荣耀耶稣基督。门徒接受着圣神的充满，所以就照圣神所小述的口才来讲起别国的腔口、别国的语言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群的门徒大多数原本是对加利利的草地来，因无受到什么款语言的教育，总是因却法度讲出当时因所无学过，才会无共款地方的语言。因为这毋是对因家己本身来讲，是圣神伫因内面在讲。拄拄因为这是圣神所赏赐的口才，所以听起的人内心感觉非常的刺激，因的心也互圣神所感动。因就问彼得一个问题：当阮听起这个上帝奇妙作为，阮听起上帝要互人的救恩，阮就应该安怎做啊？彼得伫这个所在讲出非常要紧的代志。伊讲，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，
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毋也是罪赦免尔。下骹即句非常的宝贵，伊讲佮要领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这是永远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毋也是干来伫现主时遮的人，要到伫远远的人，既若主所呼召的人，拢有一款福气，毋也是罪会通得到赦免，佮要得到所应允的圣神。圣神毋是干那临到伫遮的先知，圣神毋是干那临到伫遮的使徒。圣神嘛，是敢若临到伫当初是这120个在祈祷的门徒，圣神是要临到伫所有真心悔改、罪得到赦免、较无伊救恩的人。但兄弟姊妹，我顺这个圣神的故事，要甲恁讲一个要紧的代志。有时阵，咱不只有热心，咱想要别人传福音，总是咱家己感觉啊，我也无啥物口才，我讲话真含慢。我嘛无啥物款勇气，甲别人来讲出关于耶稣的代志。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故事，要甲恁讲，传福音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传福音就是要讲起耶稣基督的代志，毋是咧讲你的代志尔。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所需要的口才，毋是对你来，是对圣神来。圣神也感动咱别人传福音。圣神也将这个传福音、见证耶稣基督所需要的口才的能力来赏赐给咱。如果咱想要传福音给人，那安尼咱需要这种的能力，毋是对咱本身来，咱所需要真正的能力是对圣神来。苏布真伫这个所在讲了非常的好，咱所需要的毋是咱特别头壳的力量、脑力，是圣神的开展。咱有好的头壳，咱检查要设计真侪物件，咱检查要安排真侪礼拜，咱检查会当设计足侪遮的节目，检查会通过这个会通吸引人来到伫礼拜堂。但是只有圣神的开展，会通吸引人到伫耶稣的面前来领受救恩。旧约的777节，甲着新约的圣神降临节，拄共一日。这毋是5日，77节是以色列百姓开始咧收割、小麦的日子。那是圣神降临节，是圣神大大降临，要来收割耶稣基督救恩的庄稼，来起造教会。所以圣神大大降临，伫当初是遮门徒身上，当初是约有120人，因照着耶稣的吩咐，伫圣殿祈祷来听候迄个对顶面来的溃烂，因的听候无漏空。圣神个人临到伫因身上，赏赐因智慧，赏赐因口才，互因会通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，互人治罪来悔改，互人离开因的歹所行，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。即群的门徒领受圣神了后，就成做上帝的器具。通过圣神的开展，因会通开始来做耶稣已经开始咧做上帝国的工程。咱常常讲，咱要参与伫上帝国。咱常常咧祈祷讲，上帝国临到伫即个世间，是要互咱会通参与伫即个上帝国救恩的工程，是通过即个圣神。所以耶稣要安尼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所做的代志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上时要做比即个搁较大的代志，因为我往爸迄个所在去。耶稣往爸迄个所在去，就是要对遐领受圣神，然后找见圣神来到伫咱中间。所以，毋是遮的门徒，毋是咱会通比耶稣搁较有气力，是迄个国外的主，对到伫天父上帝迄个主，迄个基督，伊会通将圣神来赏赐互咱，互咱会通来续接耶稣已经开始所做上帝国的事工。五旬节的圣神，既然是国外基督所赏赐的神，那呢，圣神的恩赐也就是国外基督所赏赐互教会的恩赐。保罗先生。伫以弗所书第4章11节、13节安尼讲，基督倒去到伫爸迄个所在受提高的时阵，伊就将这恩赐来赐互人。伊所赏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，教着遮的教师，要互信徒得到招庇来做采用的工，同齐来起造耶稣基督的身体，直到咱众人伫信、甲捌上帝的囝来合一。到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，
会通得到基督所充满的身躯迄般的完全。但圣神降临，毋仅是来带伫咱每一个个别信徒的生命内面，享受无共款的恩赐互咱。像是圣神搁一个足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将无共款的信徒会通结连做伙，互因同齐来起造教会。每一个门徒拢成做基督身躯的一部分，相时彼此成做肢体。所有圣神所带领的门徒，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起造教会、造就教会。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所组成。所有这信徒拢捌对圣神，拢捌通过圣神来即个对共一个神来受洗礼，也归伫共一个身躯。带伫信徒内面的圣神，享受无共款的恩赐，互大家是要互因会通凭着因属灵的恩赐来侍奉教会，来造就教会，互基督的身躯渐渐长大，满有忠诚的样式。所以，咱看见初代教会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所发生内部的一个记号。圣神降临伫因的身上时阵，因也是得了口才，会通传讲。伫即个经文中间特别记载，伫迄一天，因为这个门徒120个门徒来传讲上帝作为的时阵，迄一天相信的人约略有3000人。这个门徒因着照着使徒的教示，互相交陪、八饼祈祷。相时因组织做伙，物件拢公家用，袂有人甚至袂以即个物产家业，然后照别人的需要来提供给别人。因日日专心致意，用欢喜诚实的心，同齐来迎接阿罗上帝，互上帝就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。初来教会这信徒，我靠圣神的气力咧做工。信徒、信主的人的人数就不断地增加，所以通好讲，圣神是教会的老母。圣神也通过伊的气力和教会的影响力，对耶路撒冷、到伫犹大、到伫撒玛利亚，一直到伫地极不断地扩张。圣神也成做教会继续成长介大的一个气力。教会的内部因为圣神的同在，兄弟姊妹开始同心合意。互相交陪，毋是将上帝好利的财物看作是干那你的，是欢喜甘心来奉献，大家彼此来分享上帝好利的，毋是将上帝好利的恩赐要来荣耀你家己，要来造就你家己，是欢喜大家彼此用恩赐来互相造就。所有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彼此分享，彼此相听，彼此造就。这就是五旬节的圣神降临的时阵，伫教会内部所出现的一个记号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有一款的记号无？爱勒牛捌安尼讲，对教会来讲，五旬节决定性的意义就是圣神的同在。伫哪落有圣神，伫哪落就有教会，以及对圣神所要享受全备的恩典。五旬节的圣神将合一的心，享受所有听教会的兄弟姊妹，踮伫因的生命中间，互因的心较无教会的合一，互因的心追求教会合一，互因彼此会晓相下面，彼此会晓相听，会晓彼此相造就，因为因知一项事。教会是啥物会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若是基督的身体，太通将教会甲伊分裂。教会若是基督的身体，啥事袂通彼此相下面，彼此相听惜，彼此相造就。所有听主的人所需要的，毋是你搁去制作另外一种的合一，是你尽心尽力。保守圣神已经所享受合一的心，亲像保罗先生来劝勉伊有所有教会所讲的一句话：，当恁就用和平相结连，第二守圣神所享受的合一，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恁受调的愿望也是一个。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五旬节是圣神降临的日子。
是教会奠基的日子，是教会的生日。当咱咧过教会生日的时阵，咱纪念五旬节。伫纪念中间，咱听候圣神搁一届，通过这个上帝所定的日期来赐下伊属灵的恩赐，互伊会通继续充满伫教会中间。五旬节圣神的降临，毋仅是临到伫使徒，毋仅是临到是当初时这700年的学生，是要临到伫所有相信的人。五旬节的圣神，毋仅是起造初代教会，也继续推动教会的成长。咱的人命会通不断得到换新，咱的生命会通结连伫耶稣基督，咱的生命会通甲其他兄弟姊妹彼此合一，来成做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这是五旬节的圣神所要做的工。五旬节的圣神，毋仅是要伫咱基督徒个人的生命这个zan处咧做工。伊也要伫教会这个群体的zan处来做工。随上五旬节圣神介大责任，就是维持教会的存在，甲教会成长，要互教会成做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要互教会成做已经备办好势、糟蹋整齐、纯洁美丽的新娘，通听候伊的丈夫基督佮再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用欢喜的心来过五旬节，互咱伫五旬节的时阵，用谦卑的心、听候的心，同心合意来自责，同心合意来祈祷，恳求各我的主，照着伊宝贵的应允，欢喜将圣神降临伫咱的教会中间，互咱的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听见上帝的作为，听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拢欢喜来领受，详细来领受所应允的圣神，对圣神得到恩赐。对圣神得到亏力，伫圣神的亏力下面，互咱的教会会通成做一间真正有合一、真正会晓彼此相听、真正会通见证荣耀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设立迄从定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做主做基督，小述伊所应允的圣神。通好，互伊差遣圣神来到伫学生的中间，做所有的门徒的保惠师。互门徒毋仅是因的生命，因为圣神的恩赐来得到造就，也开始会通彼此造就，相时同齐来造就教会。你的圣神临到，初代教会就得到起造。你的圣神继续运行做工，教会就会通继续成长。阮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，拢需要你圣神来点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的生命内面有一股的力量，亲像活水，亲像活水的江河，互阮的生命会通结出济济丰富属灵的果子，互阮的生命会通成做上帝你欢喜的收割，互阮的嘴会通得到口才，互阮所讲的话，毋是歹话。毋是咒诅的话，毋是垃圾的话，是会通造就人的好话，会通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。阮需要圣神，阮的教会愈需要圣神，特别需要圣神所小事合一的心，互阮会通同心合意来聚会，同心合意来敬拜，同心合意来祈祷，同心合意来彼此造就，同心合意来成就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圣神，请你来，五旬节的圣神，请你降临伫CTPC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喜乐充满我心。